再来看这场晚60年的这个婚礼，伫823炮战的时呢，这对老王某当时我都办婚礼，一直到阿嬷83岁生日这一天，阿公这个詹瑞东下定决心，要阿嬷穿新娘衫，开一场隆重的婚礼。虽然讲阿嬷已经下半身瘫痪，无法度行，敢会使坐轮椅，不过阿公坚持讲，伫亲戚朋友见证下，牵这个老伴的手，做伙行红地毯。 阿嬷坐轮椅穿婚纱，阿公咧穿西装干内裤带，手提花束，做伙行上红毯。阿公讲过60冬啊，才总算有阿嬷一个婚礼。这天嘛是阿嬷83岁生日。婚假在军队里面已经准假了，但是碰巧碰到823炮战，我没办法返乡完婚。 我太太非常埋怨，她结婚没有穿过婚纱。做伙行过60冬，阿嬷因为车祸会半身瘫痪，16冬前带入养护中心。阿公逐工来陪伊，讲到当年两个人的熟悉。阿公讲约真久，才约到手。为什么你不理睬我？所以我非常不甘愿，一直专心要追她。 这对老阿母重新办婚礼，伫厝内人甲亲友的陪伴祝福，继续牵手行落去。